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无敌的人物。在400年前的大凤王朝，就有一位以完整天人之姿行走江湖的无敌人物，此人就是大凤皇朝的皇子高树禄。高树禄，400年前大凤皇朝的皇子，当年的他即将登基为帝，但一心求仙的他不愿意做这人间的帝王，他想要的是做那陆地之上独一无二的天人。放弃皇位后，高树禄行走江湖数十年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曾去到龙虎山和武当山寻求仙字的解法，只可惜那个时代的吕祖转世还未开窍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疑惑。这数十年的时间里，高树禄的武道天赋展现了出来，他的境界提升的飞快，已经是江湖当中的顶尖高手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他也找到了仙之一字的答案，那就是做仙的同时不忘做人。天上仙又怎么能有地上人来的自由呢？天上仙人下凡还需要遵守凡间的规则和秩序，处处受限制，远远称不上是逍遥之人。所以他高树禄要做的是那陆地之上独一无二的天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高树禄通过刻意的走火入魔来忘记自己的一切忧虑，达到了陆地天人境界，以天人之姿行走江湖。他也是800年来唯一一个以完整的天人之姿行走江湖的人。就算是当年的吕祖吕洞玄达到天人境界后都没能行走江湖，而是为了寻找红衣直接转世了，以天人之姿行走江湖的10余年里，高树禄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兴起的时候就能杀人，屠戮整个江湖。光是陆地剑仙就有2位死在了他的手上，在江湖上掀起了一片腥风血雨。他所处的江湖高手几乎被杀绝，即使是道门的81位真人摆下镇魔大阵，也没能拿下高树禄，反而被他全部斩杀。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江湖，高树禄就是无敌的。那他又是为何被封印的呢？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高树禄是400年前无敌的忘忧天人，屠戮了整个江湖的他又是如何被封印的呢？高树禄屠戮江湖，将当时江湖上的高手几乎杀绝。徐凤年的前世无名道人应运而生，以短短18年的时间就成长到足以和高树禄一战的顶尖高手。两人巅峰一战后没有分出胜负，随后坐下来畅聊。无名道人给高树禄讲述了仙之一字的良解，于是两人定下了赌约。无名道人赌高树禄无法破开他手中的开山符，高树禄接下赌约后，便自愿被无名道人给封印，陷入了沉睡。高树禄沉睡后，成百上千的炼气士分散到各地，在洞天福地当中采集天雷，铸造了一座前无古人的雷池，用着雷池来维持镇压高树禄的封印。高树禄就这样一直被封印了400年的时间。400年后落到了黎阳王朝的手中，成为了黎阳王朝的底牌之一，用来对付王仙芝这样的高手。自那以后，龙虎山每一代天师在道法大成之际，都会来到泰安城为某件物品篆刻符箓。这符箓一刻，往往都是数月甚至半年的时间。刻完之后，几乎耗尽了龙虎山天师的精气神儿。黎阳建国以来，已经有18位大天师来此画符作箓了，为的就是镇压着忘忧天人高树禄。那么这么强大的封印，高树禄最后又是如何破开的呢？他又为何要将天人体魄送给徐凤年呢？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高树禄作为雪中最强10人之一，400年后复苏和徐凤年一战，他是怎样败给徐凤年，又为何要将天人体魄送给徐凤年呢？400年过去，徐凤年动用当年赵长陵留下的棋子，将运送高树禄的马车给劫了。这个过程中，高树禄自行解开了开山符，随后出手将守护马车的200人全部击杀，然后去到了北凉。徐凤年出窍神游，在北凉青鹿山与高树禄天人相见，两人站到一起，徐凤年用出李淳罡的2袖青蛇，浩大的剑气劈向高树禄，结果这一招被高树禄轻描淡写的一掌破开。这一场战斗其实没什么悬念，高树禄400年前就未尝一败。徐凤年虽强啊，但高树禄的武道境界高出了徐凤年一筹，单以实力和境界来比拼，徐凤年是必败无疑的。因此高树禄对于这场没有悬念的比试毫无期待，400年后再赢上一场也对他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两人便开始了论道之战，最终高树禄被徐凤年用封山符击败。此时的高树禄已经被封印了400年，早已是强弩之末，强提的一口气很快就要消散。在和徐凤年的一战有了结果后，高树禄将自己的天人体魄送给徐凤年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当年他的大凤王朝被北莽蛮子所灭，如今徐凤年就要对上北莽了，所以希望徐凤年能为大凤复仇。天人体魄送给徐凤年后，也让他对上王仙芝有了一些胜算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